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行政院今日正式，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批准交通部长林佳龙辞职，林佳龙会做到4月20。既然有一间护理专校竟然有医生甲学生用12支针弹，和38位学生互相连续抽火，却引起卫生安全疑虑。行政院伫今仔日正式，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批准交通部长林佳龙辞职，林佳龙会做到4月20。林佳龙伊本人表示讲，路林进程会确保代替事故路段通行严正，照顾罹难者家属和受伤的旅客，而且也会建立代替改革筹备小组等等的势头。另外，法扶基金会伫今仔日也宣布成立德鲁固事故被害人互助专案，被害民众甲家属无需要审查资历，就当得到法扶的帮助，协助因来拍官司。向408次列车罹难国人行3公里一鞠躬。15下晡，伫台北第一殡仪馆举办德鲁固自强号408车次事故罹难者的联合公祭，总统蔡英文安慰罹难者的家属，现场有家属是哭甲，大家拢真悲伤。蔡英文带领行政院长苏贞昌、甲交通部长林佳龙去念香致意。林佳龙嘛一个一个安慰家属。伫公祭会场一直点到结束的时阵才离开，不过煞无要讲请示核准的代志。部长，你觉得就责就到底一个人就可以了吗？谢谢大家辛苦了哈，感谢大家。交通部的同仁说，行政院15证实，林佳龙坚信要请辞，苏贞昌嘛已经批准林佳龙的辞职批，会伫4月20生效。那林部长跟院长讲，他希望是4月20辞职生效。那院长跟总统都能理解林佳龙部长的决心。那所以院长在昨天已在跟总统报告之后，已经批了辞呈。林佳龙透过幕僚回应讲，伫卸任进前会甲事故收尾的工作处理好势，确保事故路段安全的认证，照顾罹难者的家属甲受伤的旅客，嘛建立代替改革筹备小组等等。林佳龙答应讲，会替代替司机员袁顺修甲助理司机员江派芳，争取国家上悬等级的护士。专事部审查了后，拢认定2个人死亡的原因符合法定最高等级的护士标准。内政部长徐国勇已经核定，会甲因请入去中律师。针对本事件的受害者，如果他要提刑事的告诉、民事的损害赔偿，乃至于国赔的事件，后续还有其他的必要的时候，法扶会这边都可以免予资历的审查。德鲁固自强号的受害者是住伫全台湾无共管区，法律辅助基金会宣布成立德鲁固自强号败nạn事故被害人辅助专案，被害民众甲家属唔免审查财力，就会当得到法律的辅助，处理民事甲刑事的诉讼。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早起接见前美国参议员陶德的访问团，蔡总统也强调讲，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头一届派团来访问台湾，也期待双方会当赶紧启动铁法对话。陶德是表示讲，家己是甲台湾是久年的朋友，这回拜访台湾就是受到拜登的拜托，而且伊也搁再强调讲，台美关系会照拼照行。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资深访团。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前美国参议员陶德带团来台湾访问，同齐来包括着2位政府国务卿阿米塔吉、斯坦伯格。总统15接见因，表示讲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头一届派团来台湾访问，显示台美深化的友好关系。总统也提起到中国派军机军舰扰乱台湾，威胁区域和平稳定，台湾愿意甲美国这个国家同齐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我们看到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以及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这不仅改变印太的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总统强调，台湾对认知战真有经验，台美会当延续合作对抗假消息。总统也讲，期待台美会当赶紧展开铁法对话。陶德致辞时阵，先对泰鲁格号事故哀悼，强调家己是台湾真侪年的好朋友，这个来台湾访问是拜登拜托的，再次声明对台美关系的承诺。And I can say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s stronger than ever. We share deep economic ties, a mutual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values, and a critically important security partnership. 阿米塔吉表示，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领导执政，对台湾拢是大力支持。面对中国不断扩张，也加战狼方式的外交，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是表示，中国是美国上界大威胁之一，是美国必须要头一个处理的。China is employ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demonstrate its growing strength and compel regional neighbors to acquiesce to Beijing's preferences.
including its claims over disputed territory and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凯恩斯也示警，中国会持续对台湾施加压力，要走向统一，谴责美台扩大往来。伫南海使用空军、海军甲海警威胁东南亚国家，也用同款的方法伫对付日本。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参议员陶德昨带团访问台湾的时阵，中国海事局就公布15到20这段期间，要伫咧挖近台湾海峡南海南平岛附近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近来表示，中国解放军的行踪，国军拢有伫咧掌握，也请民众就要放心。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8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也就是前参议员陶德14带团访问台湾。中国军机15持续扰乱台湾，中国海事局嘛公布，14至17伫南海广东汕尾海防做实弹射击演习以外，15至20伫离澎湖230公里的南平岛附近的海域做实弹射击的演习。针对的气味是真高。国防部长邱国正15表示，中国的动态，国军拢有掌握，请民众放心。在某个地方啊，有禁航啊，这个侦后，但其他的话啊，我们都会持续注意。要有动作的话，我们会掌握。陶德的访问团，敢有美国军警甲军务人员做回来。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备询的时阵有证实，不过尾手阁改嘴讲，敢若有 AIT 驻台人员做回来。请问国防部，这一次美方有没有军政、军务相关的人员随团过来？有 AIT 的，不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不是军职。那是谁 ？AIT 的陪同人员。AIT 的陪同人员。访问团到台湾的时阵，爱国者飞弹车组的微波雷达车，去用看到部署伫咧台地桥骹。国防部回讲，是国军伫咧执行例行的训练，好人启动防空作战。不过面对中国的威胁愈来愈大，中科院长张忠成证实，有关后一代战机的研发，目前编上100亿预算的2个研发案，进度正常，按算113年的结案。有2个研发案目前正在进行，目前包括整个设计，还有发动机的制造。进度都很正常。国台办14讲，中国的行动是干那针对台独分子，不是针对台湾的同胞。另外，因认为讲，台湾会欠水，是因为政府开济资金买军用设备，无咧要以水利基础设施。也那邱国正是反驳讲，这是中共认知作战的手路，不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财委会今日排审过计法修法，是针对着国务机要费除罪化，所以互国民党团认为讲是要替前总统陈水扁来脱罪。国民党团第二人发言拢超过时间，来影响开会进度。地事主计长朱德平拢无法度进行报告。后来经过哪日协商，决议第2日先调归公听会，28个再来审查。到时阵也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法务部处长来参加会议。会计法修法，互国民党立委认为牵涉到国务机要费除罪化，加前总统陈水扁案件，早起8点外就加急动员，用发言车轮战排队登记，要对会计法99条之1修法阻碍到底。连续真侪位那样立委拢超时发言，加民进党调委郭国文对呛。这么草率的，涉及如此重大，相关部会全部审议，总统府的态度是什么？司法院的态度是什么？询答。还有其他人登记要发言，你排这个案子，居然只找这3个。机要会的报资核销涉及到总统府相关业务，为什么今天没有派任何官员列席？不尊重立法院。民进党立委蔡英文提案，会计法99条之1修法，主张回溯民国95年12月31日进前各机关自用的机要费、特别费，伊的经办甲协销者人员的财务责任解除，无要追究行政甲民事的责任，牵涉到刑事责任无法。按过国民党不愿，敢若主计总处朱德明出席，总统府法务部代表拢无来，时代力量也表明无接受个案的方式的修法。时代力量党团不会接受个案式的修法。最后，我要请问郭昭伟。马永成与林德训先生是否找过你，请你支持修法解套？可以耐心的选总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可以帮忙，没有那么一个关键的人。帮那个人解脱以后，那个人可以浮上台面，去帮赖清德去。你想太多了。
郭国文强调，特别会已经都罪化，这届修法是制度性修法。不过也坦白讲，立营也有其他声音认为时机唔对。虽然主计总处报告指出，即卖国务机要会规定运作正顺，不过经过规载起的议事空档，那里协商了后决议，22举办公听会，28则搁排入去审查会，并邀请总统府副秘书长、法务部处长列席备询。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个对印尼回来5岁台湾囡仔。来讲到咱台湾驻 AZ 疫苗情形，医护人员拢无啥意愿，是因为有6派医护人员治疗后，却出现无爽快情形，颠倒影响到因做事。医护团体也呼吁政府就要定出免扣薪水的疫苗价，来增加医护人员注疫苗意愿。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的个案，是长期住伫印尼未满5岁的本国籍查某囡仔。指挥中心表示，伊伫3月2日就有家嫂的镜头，伫印尼当地就医状况改善。28甲伊妈妈同齐来台湾，拢摕3日来检验是阴性的报告。不过妈妈伫4月初1确诊，因为查某囡仔伫隔离前甲伊妈妈接触时间较久，4月13隔离满前进行采检确诊。在今天确诊，那 CT 值是29。那2采的 CT 值刚确好像是32左右。国内 AZ 疫苗为3月22日注到即马，医护人员注射意愿真低。疾病管制署长周志豪再起往那带防疫人员伫网络直播注新冠疫苗，希望讲一旦鼓励人来注。心里还没准备，好像已经打好了。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注意好自己的健康。经过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全台湾累计注 AZ 疫苗人数是28465人，佫新增加12件疫苗注射了不良事件，不过拢无严重。不过医护团体表示，注完前2天感觉一疼比率达到68.7%，发烧超过38度占33.7%，有6%的医护因为注射了后无适应，影响到工作。初步估计至少600多人。呼吁政府应该定出合理无扣薪水请假规范，才会当提升各种人来注的意愿。其他的医院他们有可能会是可能隔天发烧，然后他们就是会自己吞退烧药，然后就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这样不用给薪的话，其实就是比扣半薪还要更不好的制度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这样子其实是对医护人员在防疫期间其实是非常的不好的。指挥中心讲，疫苗注射价还搁伫研究，因为 AZ 疫苗较无人注，指挥中心要释放1万剂新冠疫苗自费互人注，21开始开放预约。未来呢，做过来有较侪疫苗抢牌，是毋是家己当选择咧？指挥中心讲，目前无即种的规划，预定 COVAX 下一批 AZ 疫苗伫6月15前会到，莫德纳疫苗是5月会到。记者综合报道。主要也是因为太黑梗的副作用，丹麦昨宣布讲要永远停止使用 AZ 疫苗。丹麦也正做全世界头一个停用 AZ 疫苗国家。丹麦宣布了后，即刻就随表示讲愿意去收丹麦用出的 AZ 疫苗。另外，胶性疫苗也因为有太黑梗的副作用，真了开始有的国家暂停注胶性疫苗啊。丹麦确定会继续使用 AZ 疫苗啊，为3月11日暂停注射了后，就针对罕见的副作用进行深入的调查。尽管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也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继续注，丹麦对透血菌的疑虑也是未放心。We're now convinced of the plausibility and the causality of this rare syndrome of VITT. It is a very serious case. We also have a risk estimate of 1 in 40,000 of vaccinated. This is new knowledge that we didn't have when we took the AstraZeneca in use. We do agree in Denmark, and the Danish Health Authority, as well as the Danish Medicines Agency, agree completely with the assessment of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So we have now today chosen to continue our vaccine rollout without AstraZeneca. 丹麦要继续使用辉瑞 BNT 也甲莫德纳疫苗。就伫丹麦宣布这个消息了后，捷克马上表示愿意接丹麦出来的 AZ 疫苗。副总理哈马谢克推特表示，已经要求驻哥本哈根大使进行协商。丹麦目前手头也有240万剂库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太血菌的副作用风险真罕见，呼吁应该继续做。但是美国的侨生原来有太血菌的疑虑，并且也建议暂停注射。另外，有专家表示，暂时喊停嘛不是歹代志。At the moment, the association is not
have a proven causality, but certainly I think the Americans are right to just take a much closer look at it. 美国目前通报的6例脱血菌的个案，拢是女性，也引起关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表示，胶性的渐平会当进一步研究疫苗甲脱血菌中间的关联性，无定定会当查清楚某一寡特定族群无应该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宜兰有一间健康管理学校，最高邀请一位医生来做兼任教师。结果，这位医生竟然用12支的针头，和38位学生互相练习，甲对方抽血，这引起安全的疑虑。目前学校也已经停止聘请这位医生，学生的检查费用学校会全部负责。伫手镜头插一个，就用采集血样样本，这个物件今年用一摆。按过宜兰一间健康管理专科学校，一个外聘老师伫上课时阵，互几十位学生共同使用社堂。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开会，然后也报教育部的校安通告。学校的卫生部甲免疫学课程外聘罗东某一个病院的医师来做兼任教师，结果有38名学生共同用12支小型的采血片甲针头练习采血，有家长烦恼会造成安全的疑虑。事发了后，学校退失礼，指出这老师是希望所有学生拢能参加实作，才用酒精消毒，毋过确实无妥当，后续安排学生做健康检查甲定期追踪，也听凭这老师。当然是违背了医疗常规，那也造成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些不舒服以及担忧。一定要确保学生的安全，包括立刻是否有传染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那起码第一步安全可以维护，但后续的追踪以及心理的支持是我们优先要来做的。卫生局指出，会会同各单位参详做适当处置。疾管署要求卫生局继续督导，确保病院对学生有后续追踪。教育部是说明，这课会由代课老师来接，未来会爱学校对同款的课程操作甲教学监督机制，爱提供改善措施，可承担病院检测相关费用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霸凌这款事件，就伫咱的身躯边来发生。伫屏东有2位国中的查某学生，伫因伫咧啉水的一个滚水缸仔内面，竟然去放掺漂白水。学校去调监视器来看，目前是无查任何证据出来。虽然讲囡仔无甲水啉落去，不过家长认为讲这款的行为伤过恶质，袂当吞忍。目前也已经报警察要来处理啊。一罐一罐的漂白水，即马全部集中管理。屏东县一间国中，伫这个月初9甲10日，传出共一班有2名女学生的水倒，互人掺入漂白水。学校除了启动调查，也收回原本发予各班的漂白水。漂白水的部分是之前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有采购这个漂白水给每一班。学校表示，这类学生拢是在做服务志工等教室的时阵，摕家己的水倒啉水，发现有漂白水味，好佳在无啉落腹肚。伫学校发生安尼代志，互家长真烦恼，因为囡仔未甲人结怨，免强用安尼行为。很担心啊，幸好他没喝下啊，但是也不能纵容这样的事啊，就不要再让它继续发生。经过2天的调查以及调阅相关的监视影像，并没有掌握到就是相关的行为人。那目前这个案子也有到警局去做就是报案。屏东县教育局表示，代志发生了后，学校透过宣导呼吁，也调相关监视器，不过目前无法度查出漂白水是啥人掺的。去年假期，一间国中也捌发生学生之间发生误会，一名女学生水倒被家己的平洗水的案件，最后害人女学生被以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青少年社福团体认为，学生可能因为冲突，致使后续的报复行为。在发现冲突的时阵，家长甲学校应该适当处理。冲突事件导致的报复，可能要请家长注意或学校注意，就是那个冲突事件应该都会蛮大的。那发生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要稍微询问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后续的发展。那这个需要关注跟后面的协助。
林武雄表示，即摆漂白水事件可能只是单纯的创治，不过不管是创治或者是报复，学生的法治教育拢真重要。学校会用透过个别甲团体辅导，互学生了解自我保护甲无侵犯他人身体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咱台湾欠水问题。高雄对这个月开始实施规日减少水压的省水措施。伫桥仔头有一大新开发的社区，对3月中开始水量就无啥稳定，甚至最近阁出现无水通用的情形。自来水公司表示讲，因为规日减少水压，水管线路的尾仔或者是地势较悬的所在，水是拍袂到位。目前已经有设灌水站甲水车，互民众使用。高雄桥头社区大楼住户灌水行入电梯，也有人用车送。14尾暗开始，大楼住户发现水内底水变色，甚至无水，不过无收到自来水公司停水的通知。桥头新市镇的这个加压站挂掉了，那台自来水公司这边在抢修中，所以要等这个加压站修好了，才会恢复正常的供水。13、14两天，高雄桥头新市镇有社区大楼传出无水通用，大家抢买水桶欠水，甚至到半暝还咧灌水。附近透天社区佫较惨，半个月前供水都无稳定，13、14甚至只有半点钟有水。区公所赶紧到3港调水车供水。啥物半个月呢？足久啊，定定嘛停，即摆啊来一个啊，就佫停。住户这几天呢都会很紧张，一直到管理室去问说，大概是什么时候会给水，但是自来水公司那边没办法去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常给水。自来水公司15早起伫议会备询时表示，是因为减压造成供线尾或者是地势较悬的所在较无水。在高雄市有几个地方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在设这个加水站，还有这个水车来先做这个应应。进入红灯前一定会有一个先告知的时间，那我们也多久会告知？他问你说多久会告知的好啊？至少10天前。自来水公司表示，已经准备好加水站甲水车运行。水利局也表示，若高雄水情进入红灯，会提早向市民示警。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顶礼拜才甲厂商挂保证，未来桥头科学园区供水供电无问题。结果还未开始限水，附近桥头新市镇都因为减压供水，互供水无稳定，互市长实在是真无面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欠水的问题，石门水库的底水量已经无到3成，其中住伫石门水库内面先岛的居民，本地拢是靠坐船出入，正是等咧欠水，船也无法度驶，出入也变甲真困难。就你看，它现在就绑到那边，就卡在上面。这现在船很多都这样子啊。行伫咧必顺的涂骹顶，真歹想象者其实是石门水库，因为全台湾的水真紧张，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嘛无到3成。住伫个仙岛的黄线市，唯一的交通工区，就是停伫个边仔的三班仔。伊必须要坐船行水路，才会当转去厝里。不过，即马对伊来讲，转去厝里的路途更加困难。水库的水位降低，原本会当上船甲落船的码头，今仔日却是四界拢是烂涂。伫咧游船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踏入去烂涂内底。就算安怎设立，踏出去的每一步，也是一直陷入去烂涂内底。最后规身躯拢真垃圾。黄先生嘛坦白讲，真正非常麻烦，嘛要开搁较长的时间，才会当转去处理。那像我们这样怎么弄？这个实在是，真是太离谱了。另外，黄先生嘛表示，户口伫个仙岛的居民有48个，却因为交通不方便，行转来就干那7、8个，而且仙岛阁伫个水源保护区，所以想要开新路的难度真悬。只是讲，即马交通问题也未解决，阁拄着欠水的困境，真正是无米减闰月。要安怎解决目前的危机，是马上就要来处理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人讲死岛友无死冰岛。日本政府决定讲，福岛核一厂的核废水未排入去大海内面，和附近的国家是真不满。中国外交部也批评讲，太平洋毋是日本的水沟啊。南韩总统也要求各部会要研究，看敢有法度向国际海洋法庭提出申诉，禁止日本把核废水排入去大海。提标语，南韩民众上街路抗议，因为日本政府暂时决定
将福岛核一厂的储存核废水透报了后，要排入大海，民众烦恼未来核污染恐惊会直接危害人体。 It's irresponsible of Japan to make a unilateral decision. Discharging the wastewater could directly harm an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our bodies. I believe what Japan is doing is wrong. 국제 해양법 재판소에 일본의 원전 오염수 해양 방류 결정과 관련해 잠정 조치를 포함 제소하는 방안을 적극 검토하라고 지시했습니다. 那韩国高部已经召见日本驻韩大使表达抗议，不过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竟然一个事件表示，福岛核废水饮也未安怎。別に水飲んでもなんちゅうことはないそうですから、私どもとしてはもうちょっと早くやったらと僕は思ってましたけど、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で。 对这种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伊回应，且承认才个讲，要批评日本不应该让全世界来受惠。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日方处理核废水，不应让全世界买单。 海洋专家烦恼，就算核废水经过透报，依然会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核废水在污染海水的同时呢，还有可能污染到淡水资源。另一方面呢，核废水的放射性一旦影响到海水中的微生物，还可能对整个海洋生态平衡造成严重的破坏。专家佫指出，核废水不止对日本周边海域造成污染，还佫会飘向其他州的海域，而且核废水带来污染也可能对住伫沿海人造成心理惊吓。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 美军出兵阿富汗特别满20年啊！美国总统拜登伫15宣布讲，今年9月11进前，美军部队会撤离阿富汗，无美军援助的北约组织加澳洲等国也会对咧退兵。不过，美国外交关系会议却发出警告，讲美军无带条件就来撤离，可能会互塔利班重新夺权。塔利班若准甲盖达组织交结，911事件恐惊会搁再发生。 After consulting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ith our military 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personnel, with our diplomats and our development experts, with the Congress and the Vice President, as well as with Mr. Ghani and many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I've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目前美国伫阿富汗的兵力是3500人，主要是协助训练阿富汗政府军警，佮收集在地情报，予美国国内决策参考。美国外交关系会议发表的文章指出，以往的奥巴马甲川普政府虽然讲嘛提起过要撤军，不过拢是有条件的，像讲川普主张塔利班袂使攻击当地美军，也袂当甲盖达组织斗空。塔利班敢若做甲头一项，其他都无法度查证。拜登所提出的撤军时间表，虽然比川普有较延后，不过无预设条件，而且是全部撤离。这代表阿富汗的地面未阁有美军的顾问，也无美军情报人员，当然也无法度支援美军的行动。所以，也派兵支援的北约组织甲澳洲，只好爱同齐撤离军队。We will start the withdrawal of NATO rescue support mission forces by May 1st. 外交关系会议的分析指出，减少欧美的训练甲支援，阿富汗的政府甲军警应付恐怖分子攻击能力一定会拍折。在这种的情况下，阿富汗重回1996年前塔利班掌权的时代是无法度避免的。严格的伊斯兰律法一定会影响到当地妇女人权。过来就是减少在地情报网，欧美就无法度收集恐怖活动的情报，先做预防。一旦塔利班甲盖达斗空，恐怖活动搁活跳，美国国内安全会伫1年半至3年来面临911等级的威胁。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仔日是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头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政府是拼性命宣传，要求学校就要举办升旗、唱国歌等等的仪式。香港警校学生也头摆公开表演中式的步操。香港中联办主任也甲话大真硬，伊讲未来会伤害香港安全的行为，甲外部势力拢会全部来反制。香港政府实行香港版国安法9个月了后，15是头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政府大力宣传，嘛举办开幕典礼甲讲座。特首林郑月娥伫致辞的时阵讲，北京当局推动香港版国安法，甲改善香港选举制度，互社会恢复稳定。也若香港中联办主任陆惠玲是大真硬讲，未来对危害到香港安全的行为，甲外部势力拢会坚心来反制。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
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对一切横蛮干预香港事务、企图拿香港做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该反制就坚決反制，讓他們留點教訓。動員全社會參與，切實提高香港市民嘅國家安全意識同埋守法意識。在香港教育局強烈建議之下，部分香港的學校嘛調集學生唱國歌、舉行升旗典禮，而且提供所在，讓學生答應支持國安法的心情。香港警察學院的學生演過表演，攏是英國式的步操。不過，在國家安全教育日這天，頭一屆公開表演中國式的步操，唔但腳愛舉較懸，腳盤大力轉塗骹，行禮的手勢嘛為英國式的手心向前改做5下骹，而且原底英語的口令嘛改做廣東話。咁啊，自從係香港國安法咧，舊年咧就係實施以嚟咧，咁我哋警隊嚴正執法，亦都係將唔少嘅危害國家安全嘅人咧係繩之於法嘅。不過，香港社民連等等4個成員為了抗議國家安全教育日，去街路發廢除國安惡法、釋放政治犯等等的口號，削去30幾個警察包圍起來甲驅離。也有綠委會發言人許水靜15表示，英國中國正在出現推展官定的意識形態，甲民眾洗腦、統一因的思想。目前這個政策嘛當在香港施行，相信社會各界自有評論。記者綜合報道。巴黎聖母院發生火災到這個月15已經是滿2年啊！法國總統馬克龍也特別去到現場視察修復工程的進展，伊也要定出2024年聖母院重新對外開放的目標，咁法度準時來完工咧，恐驚還要面對真濟問題。有850年歷史的法國巴黎聖母院，2019年4月15發生火災，造成建築主體尖塔倒去，有部分的厝頂嘛落去。經過2年的修復，聖母院現場即馬看起來也是像工地同款，厝頂的破孔是規個烏人人看現。維修人員當要搭一個大型的雜貨棚來保護這個高迪式建築物，還有石頭的雕刻。在教堂內底，火災造成的損害，還有在塗骹，四個攏會當看到導火的尖塔落來了後的痕跡。雖然聖母院內底一寡真珍貴的作品，加在有閃過指甲保存落來，親像這片真有名13世紀的玫瑰玻璃窗，在教堂的厝頂也是有崩塌的危險性。We're providing relief for the cathedral, giving it crutches, support, because there are many weaknesses. 聖母院整修的工程到目前為止已經開1億6500萬的歐元。在火災發生了後無幾天，總統馬克宏就對外大型刊廣播一講，會在5年以內，甲中間的工程做好了。2年的時間過去啊，現場的工課主要也是在做確保建築物安全，包括清理厝頂、甲尖塔倒火了後，產生有毒的物質源等等的工課。上主要中間的工程根本就還未開始。事實上，因為欠缺詳細的計劃，加上天氣歹、甲新冠病毒疫情等等的因素，互聖母院重建工程的進度是袂輸久咧所共款。It is an extremely ambitious schedule, but we are still on course to reopen the cathedral to worshippers in 2024. It won't be completely finished, of course. There will still be work to do on the outside, notably the outside wall, and other work to finish. And above all, we have to finish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building, which will only be done this summer. Je peux dire aujourd'hui que la cathédrale est sauvée. Elle est bien sécurisée et que voilà, on peut maintenant faire les travaux, les grands travaux de restauration qui ne vont pas déséquilibrer l'ensemble du bâtiment. 要200個工人、技術人員，還有研究學者，當地拍拼要互聖母院恢復往日輝煌的模樣。現在這個這麼大的工程，是受到為全球各地來的捐款，總金額有到8億3300萬的歐元。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高雄仁武13破門啊發生槍案，造成4個人受傷。警方今日早起先宣布抓到5台車5個嫌犯，下晡又宣布講抓到2個可能是主嫌的嫌犯，另外還有2個嫌犯目前正在走路。這個案件也和高雄的治安問題，再引起正人討論。內政部長徐國勇表示，高雄的治安唔是上界歹的，市長陳其邁也講會甲中央合作改善治安問題。警方破門之期，了後咧困的涉案嫌犯，滿都愛改造成槍支為嫌犯洗出所在查到，就親像一個小型兵工廠。取出槍械以及子彈，還有大批的製造工具等等，以及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
在侦讯后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警方这几天大动作查处前地平对象，是因为13透早伫仁府发生枪击案，15早起，警察局长黄明昭宣布已经抓到5车5嫌犯，也包括抓到疑似主嫌的2名早前嫌犯，也有2人在逃。这案件也和高雄治安各引起关注。台湾在查缉手枪这个部分是现在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还要大家不管是各县市政府跟中央，大家都要加紧合作。市长陈其迈被问到治安问题，面色沉重，伊强调会甲中央共同合作，查解造成。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替高雄讲话。高雄在基本上治安也不是最坏的，那我想整体来看，台湾的治安，在全世界的评比也应该是可以再让人相当放心。高雄为去年下半年局长换几啊下治安所无明显改善，即马1个半月内，佫发生2件枪击案，互警察局长黄明昭发出自处扫清，也引起地方民代不满。那政府无法度提出有效的改善方式，恐吓民心难安。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但是伫4月22日世界地球日，拢会去到总统府拜会总统。今年有12个团体14人去见总统蔡英文，这14人当中也包含着海草大公投的代表人潘忠正。伊表示讲会继续向总统来表达，天然气接收站就要离开大潭做大。不过行政院也表示讲，有其他的环保团体也提出讲，接收站会当做伫外海甲工业馆即款制作双赢方案，政府会搁再来进行评估。大潭藻礁的保育，在今天和总统见过面之后，露出了曙光。去年6月份会见总统了后，潘忠正讲海草大有看到希望，结果开发案也是伫进行当中。潘忠正进无步，退无路，袂手决定拼死提出公投案。想袂到联署伫要结束进程，下过公投成案的条件，无到1年的时间，就要伫世界地球日，佮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这个潘忠正加一个公投代表人的身份，伊想要表达的，也是希望会当保护海草大。我们会跟总统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地方呢，保留下来，对我们全球、对世代子孙呢，它的重要的意义。潘忠正坚持讲，第3天然气接收站都要离开大潭海草大，而且伊募到70万的连署书，希望互政府知影人民的意愿。也若行政院的态度虽然无大正的，不过也是坚持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要刷走，嘛讲毋是所有的环团拢认同提出，正做唯一的方案。建议行政院会当评估其他的选项。环团跟政府相关部门有进行对焦的会议，那么我们的乐见其成。那么昨天也有部分的环团已经提出双赢的方案。发言人讲的是地球公民基金会等13个环保团体，伫14下晡共同举办的海草大会议，伫类听证会甲听证会无啥可能会举行的情形之下，主动邀请专家学者甲官员来对话，希望会当理清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一个电源的开发者，我绝对会是一个明智利用者。或者是一个恶质的开发者，我只有这2种可能，我不会是一个100%的环境保护者。经济部处长詹文生一向是做甲环团沟通或者是直接第一线的官员，伊讲伊毋是100%环境的保护者，那安尼伊要安怎面对环团？期待第3天然气接收站100%退出大潭海草大等等的诉求。那若环保团体早就讲过，因已经无退路。那政府敢若愿意退让甲这个坎站，应该会当继续替民意发声，伫公投的时阵来拼输赢。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存咱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国内台雅语加西特语的研究团队，经过6年外的时间，拍拼建制族语的条目数量，总算伫今年3月顺利得到维基总部的认同，列入去维基百科的语言列内面，也是全世界1000多种南岛语言当中第32、33个伫维基百科上线语言。用泰雅族传统古调的精彩演出，互咱了解到保存文化的重要性。为了保存台湾原住民族语言，互族语会当列入国际维基百科的语言内底。国内有泰雅语以及赛德克语的研究团队，无暝无日建立族语条目。经过6年外努力，泰雅语会建立2400外的条目，赛德克语原有上1000笔的条目，达到维基百科认可的数量。总算伫今年3月顺利列入维基百科的语言列中。15向国人报告一个好消息，把我们自己这个泰雅族语推广出去，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我们的祖先的语言
已经被世界看见了。今后呢，我们还会再继续的编辑下去。所以上世界上有1257种南岛语言，台湾原住民16族语言当中，沙奇莱雅族语已经在2019年列入维基百科的语言内，成为头一个列入的台湾原住民语，也甲第29个列入去的南岛语言。泰雅语加赛德克语是第32加第33个。维基百科有一句话叫做“不活跃就下线”。沙奇莱雅已经经过1年多的考验。我们今天又多了2个语言要上线了，也人们要记住这一句话。这项原住民语言建立计划有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让世界人拢能看到台湾文化的多元性。目前阿美族语的研究团队正加紧建立族语条目的脚步，也希望赶紧会当得到维基百科认可，成为台湾第4个列入维基百科的族语。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这民众大部分拢是西地的原住民，不过因这的村民的这个村名，拢和因的原住民文化完全是无关系。最近合作村又积极要争取改名，要用因的族语来号名，希望未来子子孙孙会当认同家己的传统文化。2014年，南投新增加一个斗达村，是仁爱乡头一个用西地族群的名称来号的村名。其他拢是像精英、中正、合作等等，甲原住民的文化无牵连的村名。其中合作村自2年前开始，就真积极咧争取改名，希望会当像斗达村同款，将村名改做这主要的族群的名称德鲁古。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地名，也都是我们最具有这个文化价值的一个东西，能够继续把它保留下来。那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的传统地名是什么，我们的文化的背景是什么。除了要把规个村改转来合作德鲁古以外，族人嘛希望把村里的部落、街仔路、学校等等的名称，做伙甲恢复做传统在地称呼，就是希望珍贵的西地文化会当地探。包括部落里面的所有的一个巷道，只要是它是在我们沙斗部落的，我们就把它更改为沙斗部落。那如果是在我们德鲁宛部落的话，这个平生路我们也要把它改成这个德鲁宛部落，也包括我们重要的一些桥梁，包括我们的学校。从以前听到的就是德鲁古嘛，恢复我们自己原本的旧名嘛，说要证明，所以当然很开心啦。这项大规模改名的计划受到真侪部落的族人支持。等待部落会议决定正式的汉字了后，就会将这项计划送到仁爱乡公所，希望会当伫今年就完成改名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东的早冬稻啊，对今年初开始到今，拢是分区임产的。地上阁是임产임3天停3天，地势较悬的所在无水通好用，着农民去申请污水井。地上乡到今年为止，就是增加450口的新水井，不过抽高井水来임产，犹原是无够用。地上乡稻田水源主要挖靠新埔二溪，不过溪床位去年到即马水量无够，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站将村内这水拢查来用来임产，并用轮灌的方式提供地上乡1600多公顷的稻田，임3天停3天。田里虽然有水，不过即马拄好是稻作抽水期，需要水分甲营养分，部分稻叶已经有冻黄的现象。农民是烦恼，一旦一直靠旱，再加上天气热，可能不利未来八桂的成长，影响品质。如果万一起焚风的话，需要更多的水，或者是说它水在变成4天一次的话，那就会造成在运水上方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过有一寡农田因为地势较悬，又阁是灌溉水源的尾站无法度轮灌，连旧的地下水井也无水，农民只好家己申请乌搁较深的水井来用。今年地上乡增加450口新的水井，不过大家拢抽水，原来抽无水。较早呢抽2点钟就会当淹9分地的田，即马抽1天，农民的电费开销要加出2000。现在不是，我早上8点就抽到下午3点。还是没有办法。今年呢，池上大概凿了40-50口井有，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农民呢，他耕作的面积比较宽。因为欠水임产，有少部分的农田已经出现大甲比的情形，农民无想要增加污水井的开销，打算放弃耕作，不过也无补助。希望政府会当注意到东部因为欠水임产，逼迫放弃耕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咱台湾的水情是真紧张，各地头的水库水量已经直要打底咯。不过，伫个新德县的北部有一间观音亭，遐有山泉水免费通好灌，真侪民众也会去遐灌水回来用。水库的水位看起来平静前更较低啊，欠水愈来愈严重，各地民众拢开始烦恼无水通用。没办法，那也是没办法，老天爷不下雨，我们也没办法啊。才有效果。水道头全开，民众赶紧接水管对桶仔内底注水，边仔阁有几啊个桶仔摆咧等。新德县北部这间庙寺，过去以来就一直有提供山泉水，予在地民众用来泡茶。即马拄着欠水，来这边底水的民众愈来愈多。这里水泡的茶比较香，比较甜。外地人比较不知道，都当地人才知道。来骑水的大致上都是白天现在连晚上都很多人来骑水，都像早上3、4点昨天大概11、12点也都还很多人来。水情紧张，民众欢迎大家来这免费底水当去用，不过嘛提醒民众，山泉水虽然讲啉起来甘甜，使用之前嘛是爱先香滚才安全。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台北市交通局对2019年开始，伫13个路口的车红灯装 AI 设备，若准有侦测到过路人行袂赴，就会增加过路人这边车顶的时间。今年搁再加上 CMS 电子看板，若准有过路人撞过红灯，就会提出警告。车顶一个光，大家就来过马路，这个秒数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有够，但是对时大也是讲行动无方便的人来讲，可能就赶袂赴。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台北市交通局对2019年开始，伫13个路口装 AI 设备，若是侦测到有人伫车顶时间结束进前赶袂赴到，就会增加时间。今年搁再加上 CMS 电子看板，若是侦测到有人弄红灯，就会发出警告。是觉得有点短，可是要几秒钟才是算比较正常，就没有特别去想研究啦。一般是路若较大条的秒数要较长一下安尼啦。本来就有装设 AI 设备去侦测，知道有没有行人跟行车，那来调整绿灯秒数。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示范增加一个 CMS 的系统，然后透过既有的 AI 设备，去侦测行人有没有闯红灯的行为。根据交通局的统计，设置 CMS 进前，平均每天有45.7件行路的人违规。设置 CMS 了后，违规的件数降低到22.8件，是减少50%的违规事件。感应信号这个我们4年会预计装设38处啦，会观察到8月的整个执行的成效。那如果成效都一直都良好的话，我们也会在这几个路口看也会再增加。交通局表示，把所在若是设置咧路中央，就较接出现民众弄红灯的行为。这套 CMS 系统的成效会观察到8月，若是成效袂歹，就按算设置咧这种所在，提升路口的安全。记者郭不坤、郑派文台北报道。嘉义市有一群新住民，因利用暗时的时间，伫台东国小甲民族国小认捌台湾字甲文化。其中台东国小下捌字班教单已经有20年遐久啊。有的老师是注重生活顶头的使用，嘛是有人用趣味的方式来上课。上课进前，先招大家来跳舞。台东国小的新住民捌字班上课内容真趣味，阁有人上课已经上了20档。读书可以，艺术蛮轻松的。老师也跟那个同学的很新鲜。很好。最主要是提供说我们这些新住民朋友能够很快融入台湾的一个社会，那来这边也可以交到一些好朋友，那对家庭也是有一个正向的影响。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人数都不减反增。文理是生活甲认捌文化需要用到的工具，新住民本身甲家属拢感觉学了有进步。蘸料的时候不是都用一整颗的，这个就是大蒜。可以就是学到这个拼音，然后还有可以学台语。我其实是有进步的。他回家，我家人在讲什么，他其实会问我说：“我家人是不是在说这样东西？”这样。上课老师表示，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过去因为较侪拢是劳动人口，所以厝内的人拢无支持因来上课。不过，即马社会风气的转变，这种情况已经改善真侪。新住民捌字班目前伫咧协助新住民累积实数申请居留，嘛加做都市内底新住民互相关心聚会的所在。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有画漫画画家，摕台湾四大奇案之一的陈守娘来创作。本册院也摕这个作品增加台语配音，透过音乐设计，带民众来了解台湾在地故事。翁仔册守娘是府城三大奇案的其中一案。故事背景发生伫200年前，一位无天卡的少女所发生的神秘故事，内容也写出清代台湾女性的悲欢甲哀愁。负责台语审定的郑顺聪老师表示，要安怎将翁仔册理路翻做台语，其实无遐尔简单。内面有讲到一寡翁姨啊，还是讲先生做法咧，西讲这个物件，这个事较难。我尽量做一寡研究，就把这做办事的这个事拢甲藏入去。包含有一寡伊的，就是较轻省，就是较古早迄种几啊古的故事嘛，甲写字。成哥，你敢无要来问？我会晓读书写字，一定有法度来斗相共。那会晓写字，代志就轻松啊。除了需要抓到台湾话精神，守娘的音乐制作时间设定也真重要。无共时代拍铁的技术无共，也影响乐器的声音。负责整体音乐制作的歌子何讲，这个时阵就要靠经验来判断。锣把啦吼，你看京剧甲川剧音的都无共，吼，川剧的可能就拍起来较脆，迄声音较脆，较短。声音较低啊，因为因的把乐器吼拍铁啊，时阵就拍较薄，拍较长。这边的翁仔册有声计划，除了让台语出现新的表演模式，参与的制作乐团、音乐工作者嘛感觉真趣味。和台湾本土的语言、音乐创作，参翁仔册作品出现精彩结合。除了守娘以外，还有其他各部台湾本土的翁仔册参与有声计划，望透过下界合作，和台湾翁仔册有这种表现的可能性。记者杨淑晴、夏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时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6度。预估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咱马仔间的时间再会。